啱啱我企呢度呢係聯邦廣場一個最出名嘅地方，一個地標嚟嘅。呢度就係第3站，呢度係第3個站。我介紹大家行過嚟，跟嗰個 Flinders Station 行過嚟就嚟到啦 Horse Line。身後咧呢度位咧就係我話最後一站去呢個惠州嘅州立圖書館。Good morning,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Dong Dong AU。大家早晨。今日拜日，我係Dong Dong AU。所以咧，今日咧就出嚟行下 CBD Melbourne 市區嗰度。嚟到 Melbourne 咧，第一站一定係嗰個地標，因為我跟屋企坐火車過嚟咧，一定係坐到呢個Flinders Station 呢度。呢度係嗰個中心點嚟嘅，因為火車站嘅中心點嚟嘅。通常咧第一站一定係跟呢度落車上車，翻屋企又好，嚟到啦 City。今日係假期嘅最後一日，嗰個拜五咧係 Anzac Day， 一個 long weekend。So 今日咧所以出嚟行下街睇下，因為咧開始凍咗啦。係啦，你可以睇到我見着咗我個 jacket， 因為咧外邊係有少少凍嘅。今日應該有18度左右，但係好舒服出嚟行街。呢個係第一個打卡點。今日跟住我鏡頭，我帶大家去行下就 Melbourne CBD 呢幾個景點需要打卡嘅，就係行過去，因為仲有免費嘅嗰個電車可以坐，咁教大家點玩下 Melbourne CBD。跟住我鏡頭，聯邦廣場係 Melbourne 嘅心臟地帶，亦都係城市精神嘅一部分。唔管你係過嚟曬太陽、睇書、聽歌，或者係期待一場小型嘅音樂會，呢度有個舞台。呢度每一日都充滿着預想唔到啲活力。我都有一段時間就冇嚟過 City 啦，所以今日咧帶大家重溫下 Melbourne CBD 幾個景點，即係行路可以行嘅。因為我本人咧住咗 Melbourne 差唔多8年時間，咁對 Melbourne CBD 咧有啲景點點行啊，我哋仲係本地人咧都係帶住嚟去行下。作為遊客第一次過嚟，你要注意啲咩問題？咩景點係適合你哋去玩嘅呢？今日好多人打卡，所以我帶住大家去打卡 Melbourne 呢外邊有幾個景點真係好，一定要去打卡㗎，就市中心 CBD 呢度。跟住我鏡頭繼續2個景點 ，Let's go。呢一個 spot 咧都係最好打卡嘅地方，真係影相影嗰個車站 Flinders Station 嗰度。跟呢個位，因為周杰倫咧、周董之前都喺呢度打過卡，所以呢個我一定係介紹大家，一定喺呢度。因為今日係拜日，所以今日有人係教堂嘅，人哋有詩歌班，同埋唱歌，仲有做禮拜呢度，我就影咗俾大家知道得啦。我行出去其他個景點，呢度就係第3站，呢度係第3個站。我介紹大家行過嚟，跟嗰個 Flinders Station 行過嚟就嚟到啦 Horse Line。
霍尔西街，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第3个景点，也是周董最喜欢来拍摄的一条街——涂鸦街。墨尔本市区里面最出名的涂鸦街，你看后面还是很多人，今天很多人出行。这个就是霍尔西街。如果说墨尔本有一条最能代表它灵魂的小巷，那一定是霍尔西街 （Horse Line）。这里的每一幅涂鸦都在讲故事，真的是在讲故事。每一个创作者画涂鸦的创作者讲述的都是不同的故事，讲述了他们自己个人的经历。艺术在这里高高在上，而触而可及的街头的一些呼吸的状况，我觉得是很有不同的味道。如果呢個時候咧，你要shopping 咧買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最好嘅時候。每一年咧 Easter， 即係上個拜咧都係 Easter 嘛，Long Weekend 都係好多可以打折，所以咧都係 Long Weekend 嚟咧，幾乎啲店咧仲係去打折。呢個都係換季嘅時候。如果大家中意過嚟買嘢，一定要買嘢嘅。呢個時候係最好 shopping 個時機嚟咗啦。如果你哋真係要買嘢，一定抓好呢個最好嘅時間大 shopping。呢度就係 Melbourne 嘅會展中心，然後呢度咧係賭場，最出名嘅賭場呢度。然後咧呢邊有呢個 DFO South Wharf DFO 喺呢度，而家過去行下呢個 DFO， 因為仲喺打折，所以我今日去行下呢個 DFO。呢個係下一個景點。如果你 shopping 嘅下一個景點咧，就係去 DFO， 就喺呢邊，就向前面走。落咗電車站呢度，落咗車之後跟呢度行，咁一直行過去就到 DFO 大門嗰度，好近嚟嘅。OK。呢個係下一個站去 shopping， 就係 Nike 呢度，40% off， 全部係40% off， 所以今日最後一日。購物結束，然後現在回程去咖啡廳吃點東西。我依家嚟比較出名、比較好啲嘅咖啡店，呢個名叫嗰個 Brother Barber， 但係好多人外邊嗰度可以企住嗰度飲咖啡，地方比較細，好細地方，但係咧好多人喺度買咖啡有坐住喺度食嗰個 sandwich， 你見到後邊都有好多人啦，應該係好好飲，因為對 Google 評論嗰度咧好高嚟嘅，所以咧我可以試下佢個咖啡。好，入去點餐。我點咗一個 croissant， 呢個 plain croissant， 我認為咧呢個麻麻地嚟嘅，即係一般啫。一個 plain croissant 加埋一個杯flat white 咖啡13.7，我俾 cash， 所以咧應該13.7。咖啡我6個幾，呢個應該話咁呢個差唔多7蚊左右。呢個係 flat white 嚟咗啦，我飲。加一個croissant，可以坐低呢度飲下
飲杯咖啡，食個croissant，即係可以唞下啦。呢個咖啡口感咧唔錯嘅，真係唔錯。呢間鋪嘅咖啡，我真係因為飲咗好多 flat white 啦，我覺得呢間鋪咧都唔錯下嘅，好滑，即係嗰個口感啊，個 texture， 即係你飲咗之後入到口呢度好滑。然後咧佢沖嘅時候咧唔會太熱，都唔會話太凍，即係比較溫和咁啊，所以飲落去咧第一啖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係都沖得唔錯啊。咖啡係唔錯嘅，但係嗰個 croissant 個羊角包啦係凍咗嘅，所以話咧食上去咧就有啲硬啦。所以如果係早晨嚟咧，可能食得比較好啲，即係如果啱啱烤出嚟咧，絕對係非常之好食嘅。但係咧依家晏晝咗啦，所以咧，可能係凍咗啊，所以咧口感咧就一般啦。但係咧飲杯咖啡唔錯嘅，都要暖下啦，因為外邊係少少凍咧。但係依家飲一杯咖啡舒服好多，依家相當於休息下，帶你行下一個景點。好啦，依家嚟到啦 Melbourne Central 呢度呢係市中心呢最大嘅購物中心之一。呢度好多牌子，唔單止有美食廣場啦、電影院啦，呢度仲係一個古樓嘅鐘樓嚟嘅。呢個以前呢叫做Coop's Shop Tower， 佢建於1889年，呢個好有歷史感啊！呢個係今日嘅最後一站，就係國立，即係惠州嘅圖書館呢度啊！我後邊就係圖書館嗰個大樓嗰度。啱好呢度就有人遊行。關於乜主題呢，我就唔講啦，因為睇到就得啦，見到呢位比較自由啲啦，咁佢哋遊行佢呢，咁我坐喺度，等我入去行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嗰度入邊嗰度，帶大家行下。身後呢度位呢，就係我話最後一站去呢個惠州嘅州立圖書館。啱啱可以見到後邊嗰度幾多人都有讀書啊！寫功課啊，即係攞住嗰個電腦呢度坐喺度去，因為附近呢度有個 RMIT 皇家理工大學，就係附近呢度，有隻前面呢，就係 Melbourne Uni 墨爾本大學，就喺呢度，所以呢邊有好多學生住呢度。呢個州立圖書館呢，週末時間呢，超多人呢度，你要搶位啦，尤其係到 final 佢哋考試嘅時候呢，都有超多人呢度，你基本上係揾唔到位嘅嘢。因為而家喺圖書館入邊呢，我講嘢呢比較細聲啲，講唔到大聲啊，所以呢就等大家知下，繼續向下睇下。真係圖書館啊！哇！呢度都好多書喺度，啲古蹟。哇！呢啲古書喺度，哇！呢個好大一本喎，唔單止古蹟，仲有啲畫嚟嘅。呢關於嗰個 religion 啲民族嘅書。今日呢行咗幾個景點，幾乎全部係就 Melbourne CBD 呢度。如果行路又好，或者你係坐個 train 就免費嗰個電車都好，全部可以行得到，全部可以去到嘅，好簡單。呢個旅行即係如果係 CBD 呢度，半日時間啦，你要行下由頭咁行下，有加埋食嘢啊，揾咖啡飲啊，幾乎呢就比較簡單嘅，去 CBD 呢度。所以我依家仲係坐喺嗰個惠州嘅嗰個圖書館。我準備落去，然後呢就去 Melbourne Central， 咁我就坐車返屋企。好，拜拜。呢度係 Melbourne 個地圖，火車呢個係市中心。依家我哋坐喺度 Melbourne Central， 所以呢好多條線啦。其實好容易睇呢啲線呢都唔同，睇個名就得差唔多啦。
今日個行程咧，我可以總結下，因為咧我係跟屋企坐車由呢度 Flinders Station 嗰個，然後咧去Federation Square 聯邦廣場，再行下嗰個河邊嗰度，然後再去嗰個 St. Paul Church，後邊咧就係嗰個 Horseshoe Line 嗰個塗鴉街嗰個畫街嗰度咧，所以咧幾乎咧，然後咧就行到即係 Melbourne 市中心，然後 David Jones 大街呢度，幾乎咧呢到維州嗰個圖書館嗰度，幾乎咧呢個 CBD 呢條線咧，幾乎咧都可以行到。如果你覺得攰嘅時候咧，可以坐免費個電車嚟嘅，包括你去DFL 有96號電車可以去到賭場前面嗰個站嗰度，然後咧行過去，包括去賭場咧都係有電車免費。呢個市區佢有一個圓形嗰度，幾乎係免費嘅。你想點行都得，好簡單嘅。如果你嚟 Melbourne CBD 旅行咧，歡迎大家。如果你哋中意我嘅視頻，唔該晒，多謝大家睇我視頻，可以幫我 share 個 like， 或者係如果你中意我嘅視頻可以講解，幫我訂閱我視頻啦，唔該晒你。Thank you for you guys watching my video. See you next. Bye bye.